伫个新德县的江南乡这站呢，是有民众伫个草埔去发现46只互人放杀的兔仔，也因为这阵仔呢，这天气是真冷，所以这兔仔呢，其实伊本地就真惊寒。动保团体伫咧发现因的时阵，已经有一只死去啊。经过追查，这兔仔的主人呢，是有出面来回实的，也那动保所嘛依法甲这个主人送办。全身躯白毛加上圆圆的目睭，兔仔看到真古锥。新德昨日暗有民众伫江南乡路边的草埔发现真侪只兔仔死过走。动保团体到现场了，拢总发现46只兔仔，其中一只哪像因为天气伤冷已经死亡。那天是天气非常的冷，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志工啊加民众大概有7、8个人都协助去救援。当天的气温非常的低。所以我们呢有拿着就是所有的一些工具器具啊、照明设备啊，就马上去做救援这样子。现场总共寻获有46只，有一只是已经是冻死的状况之下。代志逼出来了，兔仔主人出面自首，讲是因为兔仔甲后生手指头夹着伤，伊一个生气，才会甲兔仔拢掠去草埔放杀，伊嘛出面回事嘞。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，也很抱歉，也非常希望那个社会大众能够谅解我的错误的示范。若新德动保所指出，虽然按照动保法，除了依法罚3万至15万以外，也会甲主人送办。为人这样子已经构成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3项，弃养动物，那我们会开处罚款3到15万的罚款进行处分，这样，然后。饲主他可能也会，我们把它列入那个饲养的黑名单，终身就不能饲养应该登记的动物。动保所表示，目前45只兔仔经过检查了，身体拢算勇健，后续会开放民众领养，也呼吁大家千万袂当放杀宠物，才袂违法。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。